尔杰斯斯坦维吾尔团结协会和位于德国的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联合举行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古尔班节慰问工作圆满结束，受到当地居民的高度评价。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日前批评中国，新疆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或强迫接受再教育。之后，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发起联署作证，抗议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政治破坏，并已证实中共政府在新疆的每个角落建立了再教育中心，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随意抓捕、关押了约200余万名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普遍存在着虐待和酷刑，并有人不堪折磨致死。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中共政府抓捕或关押着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和异议人士，其孩子由当地政府部门强行安排在生活条件极差的孤儿院统一管理，进行汉化洗脑教育。个别失去监护人的孩子因无人照看、身患疾病、缺乏营养、丢失或不明原因死去。前不久，沙车县就有一个孩子因父母都被抓捕，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失足掉进河里，失去了生命。8月25日凌晨，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一休闲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23人受伤。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起火建筑为砖混结构，楼高4层，2至4层部分起火，火场面积约400平方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5日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相互表示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开展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安全、和平与发展。